所以主要的用心，
力学习中不进则退，这种也习惯，这种也起了。啊，所以那个就是要稳定的，这个稳定的是要改变的那个思想，改变的理念方面，而且这个工作其实变快做出来。那我们就完。所以幻想就是一种，幻想就是一种，都给经济下来做不出来，哦，就是后来。